各位朋友，歡迎嚟到城市論壇。咁啊，佔中行動咧已經進入咗第29日，亦都係進入咗咧第5個星期啦。咁點解佔中嘅朋友喺佔領嘅地方3個地方都依然到而家都唔肯去撤退咧？咁啊，我亦都同意咧，就係有2方面嘅觀察嘅。一方面咧就係因為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就係因為經濟現況。咁啊政治制度咧就係啲人咧都想希望可以憑住佢哋嘅自由意志可以選出咧就係佢心目之中嘅特首同埋立法會議員啦。咁呢個係其一。第二咧就係經濟制度啦，就係回歸之後咧無可否認㗎啦，我哋嘅社會嗰個兩極化喺經濟收入方面嘅兩極化咧係日益嚴重嘅，咁就形成到一啲社會政策都出現咗問題，例如房屋以及係退休制度咧，到而家都係難以解決，咁啊所以咧就係形成咗兩股勢力合流之後咧，好多人都覺得正就係佔中人士長期不退嘅原因，咁究竟呢個情況應該可以點解決咧？咁我哋咧今日就以此為題，同大家可以傾傾嘅。咁尤其是會牽涉到咧特首梁振英近期一啲言論。個題目咧就叫做咧月入14,000低人一等，以財論權，法理何憑？咁請到咧3位現場嘅嘉賓，咁包括咗咧係蔣麗芸小姐，係立法會議員、民建聯嘅副主席，歡迎你蔣議員。仲有毛少達先生係職工盟嘅總幹事。大家好，歡迎你。咁仲有係久違嘅周永新教授，係香港大學社工及社會行政學系嘅榮譽教授，歡迎你教授。咁仲有2間學校係應邀出席，咁分別介紹下係陳樹渠紀念中學嘅老師同埋同學，歡迎大家。咁仲有係我身後邊嘅咧就係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頌德紀念中學嘅老師同埋同學，歡迎大家。好啦，咁我剛才咧就提到咧就話今日咧會提到咧係行政長官啦，係梁振英先生有啲近期嘅言論嘅。咁佢嘅言論係乜嘢啦？咁我就根據報章嘅講法嘅中譯本咧，同大家傾一傾。咁咧就佢接受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同埋金融時報採訪嘅時候咧，有一段咁嘅講話嘅嚇。咁中文版咧係咁講嘅，佢話廣泛代表性嘅提委會咧，可以避免令到特首嘅候選人咧承受民眾嘅壓力去建立福利社會。亦有空間咧，讓政府咧係推出有利營商嘅政策，以解決經濟不平等嘅問題。咁及後佢都提到咧，就話如果呢個只係一個數字遊戲嘅話咧，以人頭掛稅，咁候選人咧顯然係需要回應本港一半市民，即係月入少於美金1,800蚊，大概咧就係港紙14,000蚊嘅階層嘅要求咁上下啦嚇。好啦，咁大家對呢個咁嘅言論有咩睇法咧？咁就我相信我哋一般人都講嘅話，政治係應該係人人平等㗎嚇，大家都有權有責先啱㗎。咁但係佢講出咁嘅言論，大家點睇咧？啱唔啱我哋嘅實況咧？邊位有興趣講先？或者教授講先好嘛？好，我諗特首講呢啲説話嘅，我會覺得就係第一咧，佢係。即係呢啲咁嘅理論，我哋叫做選票階級論，係完全過時嘅。即係100年前嘅時候咧，其實當時英國咧係討論緊好唔好開放佢嘅政制嚇，俾一啲勞工階層咧亦都有選票。當時咧亦都有個學者 Cindy Webb 咧，如果提過就係、是，當你俾一啲嘅選票一啲人嘅時候咧，佢唔會淨係用咗選票嘅嚟到嘅係選議員嚇，佢哋一定用佢哋嘅選票嘅嚟到改善自己嘅生活。呢個一定嘅，因為你有選票嘅時候，你希望嗰啲議員咧係代表到你嚟到表達一個意見喺議會裏邊。不過呢一啲言論咧，好似頭先我所講咧，已經係100年前嘅。之後嘅時候咧，就發覺就係、其實咧，我哋好難咧係咁樣咧係嚟到將階級咧，將佢個選票嘅。嚟到係階級嚟到分化咗佢哋。我哋見到就算開放咗政制嘅時候，英國喺之後唔係話時時都係工黨咧係執政嘅，而家係保守黨執政嘅嚇。工黨執政咗一段時間嘅時候，到70年代我哋好熟悉嘅戴卓善夫人代表保守黨嘅時候，覺得工黨嘅言論同埋工黨嗰種做法嘅時候係太過激嚇，將所有企業係私有國有化，佢倒轉過嚟，佢統治咗保守黨當時係執政咗係20年嘅時間，到咗1997年嘅時候咧，先至俾
一個嘅當時嘅工黨嘅嚟到嘅係取代咗。所以咧，選票階級話一定造成咧，如果你俾全部人嘅選票，就一定係政策傾向於福利嘅。我呢種講法已經係唔成立嘅。無可否認，我自己亦都參加過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嘅，即係作為諮詢委員之一嚇。80年代嘅時候，我哋討論基本法嘅時候嘅工商界係好擔心會唔會造成呢種咁樣嘅情況，就話如果你開放政制嘅時候嘅政府嘅政策嘅係傾向咗嗰啲即係比較基層嘅人士或者中下階層人士。我諗而家呢種情形到今日已經係唔存在啦，我覺得已經係過時一個件事。我哋睇翻，就算佢講啊，14,000蚊以下嘅香港大有係350萬嘅受僱人士。如果你係一半嘅打工仔係喺14,000蚊，即係有170萬。我哋而家睇下，若果係賺90萬以下，9,000蚊以下嘅，我哋大約有90萬嘅打工仔。但係我哋賺9,000蚊到2萬蚊咧，係有140萬。我哋睇下，如果14,000蚊嘅時候，即係話14,000蚊之前嘅，大約80萬打工仔，14,000蚊到2萬蚊咧，有70萬嘅打工仔。我哋可唔可以講話，我哋定呢啲嘅政策，今日仲係用一個階級分，就係若我哋用14,000蚊分界線嘅時候嘅。如果我哋俾佢選票嘅時候，就一定係之下嗰啲人士嘅得益嘅。我諗政府而家做嘅政策，所以我話佢錯判咗形勢，都係過時嘅。就係我哋今日已經冇法子可以做一啲嘅政策嘅，話14,000蚊以下嗰啲你就會得益，或者係14,000蚊以上嗰啲嘅係你唔會得益。呢個已經係即係完全過時一種理論嚟嘅。我點解話佢錯判形勢嘅？就因為其實頭先主持人都提過，今日佔中好或者係示威嘅人士，其實深層嘅不滿咧就政府政策。你而家政治嘅制度唔開放嘅時候咧，係俾工商界或者一啲嘅人士嘅係中上階層人士係控制咗我哋嘅議會，亦都咧係使到政府好多政策係向工商界嚟到偏斜。我呢個冇法子否認嘅事實嚟嘅。而要求係要開放，其實呢個係最根本嘅原因嚟嘅。好，唔該晒教授。咁啊，今日我哋咧就得3位嘉賓，咁可以咧就比較相對嚟講咧有多啲時間，大家可以暢所欲言。不如阿蔣議員講講你方面啦，好嘛？好啊。係。其實我今次咧就上嚟城市論壇咧，其實都想講清楚嘅，因為我都覺得咧就係我當時一睇，咦點解會咁樣講法咧？咁啊，其實睇完晒全篇訪問咧，即係我覺得咧。佢係特首係有啲嘢冇講晒全部完全冇講晒全部。嗱，我哋要知道咧，就係即係我唔知道有幾多人，甚至而家有佔領緊道路啲朋友，究竟佢哋即係有幾多人係認真研究過我哋今次人大常委定出呢一個政改框架裏邊嘅核心價值同埋個好處是什麼？其實我相信梁特首想表達嘅嘢咧，就係呢一個政改框架裏邊嘅核心價值係要均衡參與，先嚟可以能夠係帶出均衡嘅發展。何謂均衡發展呢？就係當一個福利社會嘅來臨之前，我哋一定要均衡考慮經濟嘅發展。我相信教授都好清楚。福利係要錢。教授早前都提過全民退休保障，亦都有啲朋友講過醫療保障，甚至有好多年青嘅新一代，佢哋亦都講緊將來房屋如何呢？可唔可以起多啲居屋甚至公屋等等嘅嘢呢？就呢啲種種嘅嘢，福利咧都係要錢。錢從何來呢？我一陣間再同大家分析。喺你第2個 Q 陣時。嗱，我而家就講講咧，其實主要個精神喺呢一本基本法制定係30年前嘅。30年前制定呢個基本法嗰陣時咧，啱啱正值咧內地咧係開放改革，經濟開放改革。當時啲學者草委滿腦只係諗緊嘅咩咧？即係佢哋諗緊咧
係點樣可以發展好經濟嘅同時，亦都可以點樣可以發展好民生。所以咧，呢一個方案嘅核心價值，我啱都講咗，係要保證高福利發展嘅同時，高經濟亦都要雙軌並行，而唔係話學一啲人講，喂，呢一個係咪想唔俾一啲政黨參與啊？係一個假民主嘅選舉啊！假民主嘅普選方案啊！即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基本法喺90年代頒布嗰陣時咧，香港一個政黨都冇，冇公民黨，冇民主黨，事實上民建聯都未出世。而係中央諗都諗唔到會咁多政黨嘅而家，所以呢一個方案重點係喺機制上嘅設計，而唔係喺唔俾乜嘢人或者咩政黨去參加。即係我亦都相信啦，阿教授，你都應該知道咧。即係喺英國、美國啊，即係好多西方國家，即係一啲大國家，佢哋而家都發現咧，佢哋嘅普選制度咧，其實都陷入一個困境，而家都面對一個制度上的缺陷，因為參選嘅唔理議員又好嚇，甚至佢哋嘅首長又好，都係希望攞選票，而要大派福利，搞到福利不斷膨脹，經濟難以發展，所以而家佢哋大家都尋求緊一條第三道路嘅 third way， 可以令到咧福利同經濟能夠均衡發展。其實大家記得嘅話，前英國首相佩利亞咧都曾經寫咗一本書叫《第三條道路》，即係既然人哋國家都發現自己嘅政治制度係有問題嘅，都想 change， 大家都聽到佢哋日日喺度嗌住 change， 咁人哋都唔要嘅嘢，咁我哋香港點解仲要呢？好唔該晒，咁我哋都希望講多一句咧，即係一句係。好啊嚇。OK， 唔好意思啊，有時間關係，必須要停一停啊。咁我又委屈阿蒙生，咁第二節翻嚟咧，請蒙生介紹佢嘅睇法。咁剛才咧就係阿蔣麗芸議員咧就講到咧，其實咧呢個福利政策咧喺先進嘅外國咧都係已經實行咗一段日子之後咧，法國咧係有問題啦，要尋求第三條道路，咁做咗啲思考嘅，咁就唔知道阿蒙兆達，你對呢個咁嘅政制發展同埋經濟嘅掛帥嗰個掛鈎係應該點睇法咧？其實我覺得即係阿梁特首嘅言論咧，係明顯歧視緊基層同埋低收入人士嘅。我哋嘅會員裏邊咧，其實有好多可能去做搬運工人啊、保安員啊、清潔工、司機咁樣樣，佢哋可能都係個月入咧係唔夠14,000蚊嘅喎。咁但係梁特首就同佢哋講，因為你唔夠14,000蚊，所以咧你就唔可以以公民嘅身份咧去提名任何嘅特首候選人。應該交翻俾提委會嘅小圈子去做，咁我哋覺得咧，呢個咁嘅講法咧，係明顯存在一個階級上嘅歧視嘅。咁特首即係作為成個特區嘅最高領導人，佢竟然公然咁去歧視佔一半工作人口嘅低收入人士咧，其實係令人非常之憤怒嘅。阿蔣議員提到第三條路，其實講真，即係喺西方國家對於即係社會發展嘅反思咧，可以有好多條路。可能唔止3條添，但係我相信呢，冇一條路呢係公然話要剝削基層市民嘅政治權利，包括咗選舉權同提名權嘅。如果有的話呢，我相信喺西方國家呢都係一個新聞嚟㗎啦。咁但係即係我哋睇翻而家呢個咁嘅即係選舉制度底下呢，其實阿梁振英講話個選舉制度提委會提名權係唔應該改變，唔應該開放。其實變相嚟講，佢話唔可以用數量決定。其實佢承認咗而家嘅提委會咧，正正係由少數嘅特權分子去把持同埋壟斷咗特首嘅提名權啊嘛。咁呢個少數分子其實大部分就係由工商界背景嘅人士去主導咗。其實大家可以回顧翻特首梁振英喺當選之後嘅表現嘅。佢喺政綱裏邊曾經承諾過會推動標準工時立法。但係後來6大商會聯署發一個公開聲明，強烈反對工時立法。於是乎，梁振英就將呢個推動立法變成係
研究一拖再拖。再其次喺年初發表嘅施政報告，本來咧傳媒不斷放風，特首係會交代喺承諾裏邊咧點樣去實現逐步將呢個強積金對沖安排減低嘅。咁結果咧就係4大商會嗱聲密會特首，向特首逼宮。結果特首喺施政報告裏邊咧隻字不提呢個強積金對沖嘅安排。其實呢啲都反映到咧喺呢個提委會嘅組成，如果係由呢班咁嘅特權階層去壟斷底下咧，特首由於要靠佢哋次票先可以保住自己嘅位置，所以必定咧就係以取悅呢班工商界為大前提啊。咁結果就會犧牲咗勞工階層同埋基層市民嘅利益咯。咁所以特首講話唔想即係向呢個窮人傾斜，但係其實而家我哋面對嘅問題就係現在呢個社會正係嚴重咁向呢個工商界同埋財團傾斜，我哋必須要透過實現呢個真普選去打破呢一種小圈子嘅壟斷。剛才一如咧就阿蔣麗芸議員都講到咧，就係基本法咧30年前訂立嘅。咁當時咧就係為咗要挽留香港嘅資本留喺香港啊，人才唔好外流。咁所以咧訂立咗一個咧係基本訂立咗係保護資本家嘅一個咁嘅制度啦。咁當時其實嚟講冇咩太大問題，個個都想咁啊，馬照跑，馬舞照跳啊嘛，係嘛？咁啊好啦。咁剛才咧就教授講到話，其實呢個咁嘅保護商家嘅利益咧係經過咗西方國家百幾年來嘅演變之後咧，其實咧經過兩黨運作之後咧，其實唔需要好害怕，就係話基層嘅市民咧係可以咧就係控制咗成個大局嘅，因為你有兩黨執政嘅時候咧就會輪流去做莊㗎啦，所謂咁。但係問題咁，我諗基本法訂立嘅時候由頭到尾都好似冇諗過係會兩黨輪流執政喎，我哋冇政黨運作呢個情況喺度嘅喎。咁呢一個又如何解決咧，教授？咪呢個係冇兩黨執政，呢個係我相信即係香港亦都好難發生即係咁樣嘅事情㗎。不過有兩點咧想回應，第一咧就係頭先阿蔣先生所講嘅，若果你有普選嘅時候會大派福利，我諗頭先我已經講過，即係英國普選啦，戴卓爾夫人上台嚇，佢係要削減福利為即係大前提嚟到當選嘅，所以根本冇個邏輯話你有普選嘅時候咧就一定係大派福利。如果我哋睇翻即係其實我特別着重咧就係現在政府，即係我覺得梁特首係錯判咗形勢嘅，就係現在政府嘅政策咧其實亦都唔係話傾向於工商界或者傾向於低下階層，應該係兼顧全港市民嘅利益。根本而家香港好多嘅政策根本係以全部嘅即係市民嗰個嘅福祉為依歸嘅。就算我最近提出嚟嘅全民老年金，其實都係全港嘅市民嘅，唔係話傾斜於即係淨係中下階層嘅長者嘅方面。我自己亦都諗過，其實最重要嘅就係我哋點樣開放政制，又要符合基本法，又要咧係符合人大決定啊。其實我係有一個建議嘅。喺之前嘅時候，我亦都係俾過即係嗰個碳資源嗰方面嘅。我建議其實好簡單，係純粹從一個即係普通市民嘅角度去睇。我唔單止係希望即係到深尾嘅時候，我係一人一片選特首，我亦都希望咧係參與嗰個提名。其實我自己有個諗法嘅。香港300幾萬嘅登記嘅選民，可唔可以俾佢哋每個人都可以嘅係嚟到屬於某一個界別？譬如話，我係一個長期病患者嘅，我對於醫療服務當然有興趣啦嚇，亦都好關心。咁樣可以嘅係參加嗰個嘅即係醫學界嗰方面。如果我係家庭主婦嘅，我對於買餸嚇，即係每日價錢係好有興趣嘅。咁樣我可以參加即係零售界嗰度。即係300幾萬嘅登記咗嘅選民都可以歸有一個界別，但係要被提名咧，就一定係要屬於嗰個界別嘅從業員。即是話，如果我係參加咗醫學界嘅時候嘅，我就唔可以被提名嘅，因為我唔係屬於嗰個嘅，即係我唔係一個醫生嚇。要被提名嘅仍然係一個醫生啊。咁樣我諗係符合咗市民能夠有一個參與。但另一方面嘅時候咧，亦都係符合咗即
即係人大決定同埋基本法裏邊嘅，就一定要有具代表性。因為選出嚟嘅人咧，係真係可以代表到各行各業啊！佢哋係依各行各業裏邊嘅從業員啊，所以我就諗呢個方法，或者希望作為一個參考。即係我諗政府真係要諗下點樣開放，就唔係再去分化嗰啲嘅市民啊，嚟到咧係等到互相嚟到對立。一種嘅政策，一種開放嘅政治嘅制度，能夠俾每一個市民唔單止係有權嚟去選特首，亦都有權咧嚟到提名嗰個提名委員會嘅委員。我諗咁樣個制度嘅先至可以嘅係化解到希望作為一個即係現在嘅危機或者一個矛盾啦嚇。好，唔該晒教授。咁啊，張議員咧，剛才一開始嘅時候就話仲有第二點想講嘅，請你繼續。係啦，我講一講咧，就係大家都知道咧，基本法制定嗰陣時咧，真係全香港唔係淨係工商界啊，香港咧人咧當時又比較驚嘅，哇，會唔會行社會主義啊？將來，所以咧，因此喺基本法嘅第5條講到好清楚，啱啱阿謝志峰主持都講咗啦。咁咧就係保證香港咧係依然咧就係行翻呢一個資本主義嘅制度方式同埋生活方式。咁咧50年不變嘅。好啦，咁3位亦都提到咧，就係話，喂，而家呢個方式可能唔得喎，而引起咁多深層次矛盾，甚至俾人感覺會唔會傾斜於我諗呢個方式就資本方式就啱嘅，不過方式係咪去到太極致咧？就係咧，去到一個即係相當之即係講得唔好聽啲啊，有人襪都着唔落噶嘛，但係出邊有好多人喺度餓到傻下傻下噶嘛。係啦。所以咧，既然大家都發現咧，即係過去我哋香港嘅資本主義制度咧，即係行緊嘅制度，同我哋市民所追求嘅咧，已經係出現有一定落差。咁啊，既然係咁嘅話咧，即係我哋人大常委今次嘅一個政改嘅框架咧，其實嗰個核心價值咧就係均衡參與，而唔係話有傾斜於哪一方。咁而最終嘅目的咧，係希望能夠拉近貧富懸殊，務求我哋福利同埋經濟咧都能夠均衡發展，盡量令整個制度咧真係唔好傾斜於邊一邊，咁樣咧呢一個制度先能夠長治久安，我哋社會發展先至係健康嘅。即係我好希望大家咧認真研究下呢個基本法嘅精神，同埋佢哋定基本法嗰陣時過程中佢哋嗰個思想嗰個不斷嘅變化，點解會變成今日呢個制度咧？呢個制度難道一無可取咩？唔係唔好咩？絕對唔係。即係我一個人，我研究甚至同我身邊一啲朋友，佢哋認為呢個制度係絕對係香港嘅一個新嘅方向，亦都係令到香港有一個最公平、最公義，公平嘅地方甚至係我哋香港一個有特色嘅香港嘅選舉制度。公平嘅地方喺邊度顯現到出嚟呢一個制度？嗱，我可以首先一樣嘢啦，即係OK， 首先一樣嘢啊。嗱，大家你講開基本法啦，唔係我問你睇翻基本法公平嘅地方喺邊度顯現出嚟嚇？嗱，最緊要咧就係當我哋一個制度 OK 咁樣要定出嘅話，咁我哋一定要知道呢個制度可唔可以好成功去慢慢行 OK？ 咁你睇翻基本法嘅第107條。我哋嘅財政預算案係點樣定出㗎？2點，第一，量入為出；第二，係要按本地生產總值嘅增長率相適應。即係換言之，嗰個 GDP 升幾多，我哋嘅福利先可以升幾多。就例如好似係一個家庭，2公婆可能每個月使開2萬蚊嘅。但係當佢哋考慮要有個 BB 啊，佢哋可能個支出要去到25000啦。咁多咗個5000蚊點樣揾呢？咁呢個家庭可能就要想辦法去考慮點樣揾多啲錢翻嚟啦。而家我哋呢個制度公平性就係我哋既要係希望俾多啲福利嘅社會，但係同時商界亦都要諗下經濟點樣可以發展呢？任何一個將來嘅特首候選人，佢都要諗一個問題㗎。
我剛才講嘅公平性，我想問你係參政嘅公平性。你講咗經濟方面，或者你陣間有時候嘅時候可以再講話。我俾蒙氏大講講先嚇。翻阿蔣議員一路所講嘅所謂均衡參與啦，但係如果你睇翻之前嘅選委會同埋嚟緊會組成嘅提委會咧，我睇唔到有啲乜嘢係體現到均衡參與嘅精神嘅。你睇翻呢個選委會係由1,200人組成嘅，我哋有500萬嘅選民，即係話就算計埋選啲1,200人出嚟嘅選委會嘅選民有20多萬，我計埋20多萬嘅選委會選民啦，佢佔我哋全體嘅選民嘅比例呢，都只係5%，即係話如果跟翻人大嘅決議去做，嚟緊嘅提委會就會由全港嘅選民嘅5% 去提名候選人，俾其餘嗰95% 嘅選民去揀候選人，即係話嗰95% 嘅候選人呢，只能夠喺呢一班特權分子所挑選出嚟嘅屬意嘅候選人裏邊去揀，其實只係最後咧揀無可揀，只係能夠揀籮底橙，呢一種唔係真正嘅普選嘅權利。同時間話要維持資本主義制度，但係我哋睇翻，就算有一人一票普及而平等嘅提名權同埋普選權，都唔會破壞資本主義制度。呢個地球上邊大部分嘅資本主義國家都係行緊普及而平等嘅選舉㗎嘛。咁所以咧，呢個唔係一個藉口咧，去拒絕我哋對於真普選嘅訴求。相反嚟講，而家即係嗰個貧富懸殊越嚟越嚴重。如果我哋再唔去處理解決嘅時候咧，只會令到社會更加唔穩定，係影響咗我哋社會發展嘅根基。好，唔該晒，我哋休息陣間嚇，第3個環節繼續討論下。好啦，剛才咧就蔣議員講到咧就回應我個所謂公平與唔公平嘅問題，佢話有嘢要補充嘅。請蔣議員。嗱，其實我都想講咧，就係其實而家基本法45條咧，就主要關鍵咧，大家都喺度有個爭議咧，就係個提名委員會嘅組成。咁而家佢嘅設計咧，就主要咧係有50%，50%係工商啊專業所組成嘅喺個提名委員會。咁而另外50%咧，就係一啲基層啊、勞工啊同埋政客啊咁所以組成㗎嚇。咁咧就而呢一個5-5嘅比例咧，其實亦都係一個互相呼應、一個公平嘅制度。所以特首曾經講話，唔係講人數，而係咧係一個 GDP 對社會嘅 GDP 嘅重要性。所以呢一個5-5有個咁嘅比例喺度。咁而一定要然後任何一個候選人咧，佢將來咧佢都要兼顧全面啊！佢唔係話淨係兼顧一部分，譬如兼顧職工民嘅要求啊，兼顧周教授，因為周教授好關心福利啊咁樣，喺呢方面會俾好多意見出嚟。咁但係特首做特首嘅人咧，佢都要兼顧埋咧。OK， 經濟政策點樣啦？我經濟點樣可以發展咧？我啱啱講咗咧 ，GDP 有增長，你嘅福利先增長，明唔明啊？明唔明先？唔明你再問清楚。嗱，我盡量去講，因為咧我口才可能唔係咁好啊嚇。咁咧，但係咧就你譬如咁講，我啱啱都講咗啦，你一定要有增長，你先福利可以增加嘛。而家即係好多朋友係話我要全民退休保障，要咁錢喺邊度嚟咧？可唔可以俾出嚟咧？咁就一定要 GDP 增加個部分先可以搬去呢度嘛。其實呢一個咧，其實係由阿財爺講，可能仲清楚。咁即係我所以咧，其實呢個制度咧，就係任何一個候選人，你要能夠即係出閘嘅話咧，其實喺我角度睇咧，其實係好似打木人巷咁打出嚟嘅，真係冇乜嘢，唔夠功力啊，少啲功力啊，淨係識嗌口號啊！嗰啲嘅話咧，你真係好難會走出嚟嘅。好，唔該晒蔣議員。我哋不如又請周教授，因為周教授係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嘅委員嚟嘅。就住剛才蔣議員所講到嘅提名委員會裏邊嘅5-5之比，
就能夠選出一個咧係能夠兼顧到各方面要求嘅特首嘅施政策略。呢一個咁其實係邏輯上係咪可以做得到嘅？首先咧就即係我做過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即係我亦都係特區籌備委員會嘅委員。我諗對於基本法啊或者成個特區政府嘅成立，我諗我係即係知道相當多嘅嚇。就我亦都要好坦白講，即係嗰種經濟行先、豐利銀後嘅理論咧，其實即係真係過時嘅。我諗，所以我話頭先提嘅就係特首係錯配嘅形勢嘅，即係而家已經唔係一個講話，即係我哋個經濟要發展嘅時候，我哋先至有福利。我諗呢個唔係嗰個問題嘅。而家問題就係我哋社會裏邊，主持人都開車嘅時候講過，就係我哋嘅貧富不均，我哋嘅經濟發展咗，但係我哋好多嘅市民係唔能夠得益㗎。頭先我提過，我哋有350萬嘅打工仔，但2/3去到7成240萬係喺2萬蚊以下嘅收入啊！我哋10% 嘅10%嘅打工仔嚇，呢啲係高薪嘅打工仔，係佔咗我哋總收入嘅差唔多一半㗎。我諗而家個問題喺呢一方面㗎，好多市民即係甚至現在嘅好多示威嘅人士係不滿個政制嘅，就係即係真係向傾斜於即係中上階層或者工商界喺度。頭先你話4大界別嘅個分佈咧係1/4咧。係工商係政界嘅議員，即是立法會啊，或者係即係區議會啊等等嗰啲嚇。一半咧係工商界及專業人士，基本上都係代表工商界。得1/4咧先至係社會服務啊、工會代表啊等等基層人士。你睇咁樣分佈嘅時候，一半係代表咗工商界同埋中上或者係甚至係比較高薪嘅人士嗰個利益，所以你無可否認個政策係傾向於中上階層嘅，或者係啲工商界人士。我諗而家成個問題點解要開放政制，就係將呢個扭轉過嚟㗎。我唔係要政府，即係頭先我講過話要做一啲嘅政策係大派福利嚇，或者做乜嘢嘅就討好選民。我諗而家已經呢種嘅講法真係過時㗎。我哋要一個政府係兼顧各階層嘅利益，唔係再係30年前咁樣制定基本法嘅時候，因為當時真係驚㗎。我好明白嗰個心理，因為我參與過成個制定嘅過程。嗰陣時真係驚香港係走向社會主義嚇，或者係一種即係福利嘅制度。但經過30年嘅時候，我諗呢種恐懼應該消失㗎。我諗我哋而家嘅市民所要求嘅佢哋嘅水準係唔係仲好似30年前咁樣情形嘅？咁樣我所以希望特首真係好客觀、好科學嘅嚟到分析現在嘅情勢，嚟到提出一啲將係政改嘅建議，同埋一啲嘅政策係兼顧全部市民嘅利益啦。好，唔該晒。阿蒙小達，想唔想補充1分鐘到嚇？嗱，我諗即係特首都講過，佢後來解釋咧就話唔係喺4大界別裏邊咧有體育啊、文化，佢哋對經濟冇貢獻，所以都喺提委會裏邊嘅喎，就唔係單純睇對 GDP 貢獻。嗱，我覺得特首咁樣解釋咧就越解越糊塗。老實講，因為咧其實我哋講緊就係話每一個人喺社會上邊都喺不同崗位位置對社會有貢獻㗎嘛。你唔可以分係咪淨係經濟增長，係咪淨係 GDP 嘅數據？譬如有啲家庭主婦去留喺屋企裏邊照顧小朋友，等啲小朋友放學翻屋企之後，有人睇住佢哋，等佢哋咧慢慢可以長大成人嘅時候出嚟社會投身社會，對社會有貢獻。佢哋一樣係發揮緊對社會嘅作用。點解要咁樣去將收入嘅高低或者有職業與冇職業去區分，令到社會進一步分化同埋撕裂呢？我覺得呢個係完全違反咗我哋而家呢個社會越來越開放同埋文明嘅話呢，係應該越來越重視每個人應該有平等嘅權利同埋尊嚴，呢啲嘢呢係應該得到保障㗎嘛。好，唔該晒。咁我哋又休息陣間先嚇，第4個回合我哋聽聽現場朋友嘅睇法。
呢度滿載好多人嘅夢想。殖民地嘅成長入邊，所有嘢都係要靠自己，學習咗堅強、靈活、拼搏。香港人人都是平等的，不管再大的人物也好。事過境遷，人情在，尋找擦身而過嘅你同我，尋找香港。逢星期日晚上7點半，港台電視31播映。好啦，咁我哋聽聽現場嘅同學嘅意見嚇。陳樹渠紀念中學嘅同學請。係各位午安啦，我係陳樹渠紀念中學嘅學生啦，鄭子鵬。請問嘉賓，政府應如何改變提名委員會嘅架構，以去達至平衡參與呢個目標呢？多謝。好，唔該晒嚇。咁就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頌德紀念中學。大家好，我係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頌德紀念中學嘅學生代表謝敏傑。我想問下在座嘅嘉賓呢，基本法內嘅政治制度固然能夠維係商界嘅信心，但係基本法是否應該同時維係普羅市民對政府嘅信心？為咗解決社會嘅矛盾，讓全港嘅市民都享有平等嘅選舉權呢？好嘅，我哋再聽聽其他朋友講先嚇。白衫藍絲帶呢位，我想講咧。我哋特首梁振英講咧，我哋香港有70%嘅市民月嚟啦食14,000蚊，呢個係事實嚟嘅。頭先周教授講啦，我唔認同講嗰啲啦。佢話先福利後先福利啊，係咪先？後經濟。如果係咁樣嘅話，如果係好簡單啫。如果冇經濟嘅話，點樣有福利咧？係咪先？如果好似希臘咁樣嘅嗰啲經濟，而家搞得一塌糊塗，我哋香港係咪像咁樣咧？好，唔該晒。大家好，我係維園衝鋒嘅大陸豬。梁振英咧就話月入14,000以下嘅人咧唔值得有提名權啦，無非係協助共產黨奪我哋香港人嘅權。共產黨要做香港嘅垂簾執政黨，勢必要欽點特首同埋保留功能組別，所以我哋香港人要堅定。另外，蔣麗芸議員，我想問下你，你除咗對五星旗個5粒星唔了解啦，你連嗰啲香港政黨發展都一嚿雲嘅。90年基本法好啦，你嘅時間到啦，唔該晒，唔該晒。自由黨已經請將個咪俾論壇之友。主持人你好，我是論壇之友的，我想回復一下佔中的什麼收場。首先要明確我們香港跟國內的關係，我們是祖國的一部分，不要把自己小小的一部分人凌駕我們中央的頭上，一定要依照我們基本法，依照我們人大的指示，這樣來建設香港，香港才有希望。明白，好，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嘅。咁其實我諗好似政改又好，全民退休保障都好咧，我哋係爭取咗30年啦。但係政府咧不斷都係拖延，不斷咧都係欺壓啲基層市民，不斷咧都係維護呢啲嘅權貴。我哋梁振英佢當初競選嘅承諾咗話要成立呢個養老基金，話會係研究推行全民退休保障。但係周永新教授做咗個研究之後，梁振英一句聲都冇講過，究竟係咪會成立養老基金？究竟係咪會推行全民退休保障？我哋希望政府唔好再分化社會，唔好再打壓基層，我哋要社會和諧。全民退休保障係三方供款，係三方供款，唔係民粹，明白，唔該晒你。權利時間到啦 ，OK。民建聯。青年民建聯歐陽廣榮喺基本法嘅框架之下啦，政治制度嘅設計一直都係重點喺均衡參與，而非側重某一個主義嘅。而選舉委員會同埋提名委員會嘅廣泛代表性，就係要求我哋嘅行政長官要兼顧各個階層嘅需要。因此，呢啲選舉制度係要求均衡參與，無論將來各界嘅點樣去組成一個提名委員會，都希望平衡兼顧各界嘅利益，去建設同埋設計一個政策，令香港保持長期。好，唔該晒你。民主黨。
民主黨陳文漢啊，咁啊回應蔣麗芸先啦，即係我諗咧係 Anthony Giddens 咧呢位學者寫 The Third Way 嘅，就唔係咧貝理雅寫嘅。資料上面嘅更正，第一樣提一提先。咁啊，另外第二樣咧，佢係用呢一樣嘢嚇。咁啊，但係不過我都唔講啦。其實呢一堆嘢咧已經係過時啦，成即係20幾年前嘅嘢嚟㗎啦。即係提倡嘅政黨都唔執政啦。咁但係入邊亦都講到一樣好重要嘅嘢，就係冇講到咧話阻止人去投票，冇講到咧低收入窮人唔好投票。另外咧，基本法107條咧係講量入為出嘅問題，冇講話阻啲窮人去投票嘅問題。咁希望咧民建聯同埋蔣麗芸咧係留意嘅。OK， 唔該，公民黨。青年公民鄭大雄頭先蔣麗芸議員同埋梁振英嘅邏輯其實差唔多一樣嘅，咁就好似藐視緊香港嘅市民，咁好似有香港係一個銀行咁啊，開咗呢個提名，開咗呢個選舉權咧，啲政府啲人民就會衝入去拎晒啲錢，但係其實喺歐美嘅國家根本唔係咁，一個受到教育程度嘅市民係根本會諗埋政府點樣去均衡咁發展，所以一個公平嘅特首，無論你係一個維園阿伯，無論你係一個商界人士，我都要公平咁看待。好，唔該晒。咁啊，相信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咧，冇人反對嘅。但係問題咧就話不能夠太過極端化嚇。如果真係只有少部分人富起來，其他人都窮係好慘。